好，今日好啦，今日係2025年3月28號啦，美國股市已經開咗市噶啦，我哋睇翻最新嘅即係 PCE 數據啦，美國嘅個 PCE 咧都係比預期中高咗少少嘅，報咗2.8左右嘅，佢嘅債市嘅變化咧，我哋見到一啲長債息率啊，即係佢10年啊、20年啊、30年嗰啲跌得都比較勁嘅，短期債息就冇乜改變啦，即係預期啦，美國就有機會走向衰退啦，即係一啲資金咧都用咗入去買一啲長債啊，即係嗰啲2年以上嗰啲債券咧都係受惠啦，見到一啲都係普遍嚟講話升咗1至2%，債息就跌咗啦，債價就升啦。除此之外咧，我仲可以見到一啲商品都係有升嘅。商品嘅話就係黃金啦，黃金暫時都升咗成0.72%。黃金自去年初到依家咧就連升咗幾個月噶啦。即係我哋第一就會詳細睇下佢嘅走勢啦。好，跟住我哋睇下空翻碳製造啦。至到上個星期咧，一啲科技股有所反彈啦。之後咧，成個市場嘅氣氛咧都有少少轉好噶。不過兩個月尾嘅時間咧，就見到一啲三大指數啊，一啲科技股啊，都係會跌翻落嚟嘅。都預期咧，即係依家個市場個氣氛咧都慢慢即係有啲偏恐慌嘅區間啦。Fear and Greed 啲 index 咧都係徘徊於24至26之間啦，即係處於 extreme fear 和 fear 之間嘅。後市嚟講咧都可以睇到話，即係個市場對於特朗普加關稅，即係4月2號啦，個不確定性係不斷咁樣升溫嘅。見到一啲資金咧都係套去一啲避產工具嘅資產方面啦，譬如黃金啊、國債啊咁樣咯。好啦，我哋睇下市場嘅新聞啦。即係依家市場最主要嘅焦點都係話喺特朗普嘅關稅措施，即係4月2號啦。全球嘅資本咧都係做一啲避險嘅大遷徙啦。有新聞就報道話佢好多機構啊都做咗一啲相關嘅即係措施啦，或者一啲預測啊、預計啊，即係有啲會做一啲不停嘅避險啊，啲工具啊或者減少投資啊呢啲都會見到一啲，譬如話摩根大通啦，佢就會即係持有咗一啲5年期嘅債券啦，壓住5年期、30年嘅變咗陡峭化啦，降低咗信貸風險啊，而考慮更高風險溢價嘅。呢啲即係譬如話哥倫比亞投資公司策略師咧，AI 嗰啲就美債啦，冇咩積極客倉啦，交易量下降啦，即係流動性變咗差啦，宣布係巨大嘅，即係影響嗰個關稅咧係影響比較巨大嘅。呢啲咧都令到佢哋會增加到風險啦，所以都會睇定啲先啦。除此之外咧，我哋睇到一啲即係三大指數美國三大科技股啦，舉例嚟講，納斯達克指數啦，見到佢個周預線啊，都係向下挫，即係已經 MACD 啊或者係 RSI 啊嗰啲咧，都係向下嘅，指向下方啦。如果喺講嗰個納指100嘅ETF 咧，依家跌咗去19,000左右位置啦。月線咧已經係跌穿咗，有機會咧喺呢陣咧，即係話美國加息嘅時段咧，佢會繼續下挫嘅。下挫嘅時候咧，就有機會跌翻落去17,000啊、16,000嗰啲位置嘅。留意後市嗰啲情況啦。有機會嗰啲大戶咧就會喺呢啲不確定嘅時間咧就進行拋售啦。即係話有見到一啲 NVIDIA 或者係一啲科技股 Tesla 依家跌定升啦。未來嗰個趨勢係點咧？我哋可以留意下後市嘅變化啦。好，跟住我哋睇下黃金嘅走勢變化啦。黃金咧即係持續走強啦，依家都係去到3318點啊。對於後市嚟講，佢個升勢都比較強勁嘅，即係受惠於避險嘅姿態啦。即係受惠於嗰個債息嘅走跌啦。見到佢嘅期貨已經係做咗係3116蚊啦。暫時升咗0.83%。如果我哋睇翻個周線嚟講咧，佢自從係2023年10月份開始咧，個升勢一直都冇停過嘅。即係逐級咁上啦。由最低嘅2023年10月嗰陣時就係1,600蚊咯。即係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10月啦。嗰陣時有1,600蚊嘅。去到2023年10月嗰陣時咧，就去到1,800蚊左右嘅區間啦。依家係升咗升到去3100，即係
如果係講價值位嘅話，即係升咗成1000蚊噶，即係對於黃金嚟咗，你話升咗成50%，即係話由2023年10月到依家嚟升咗50%嘅黃金，即係對於黃金嚟講咧，呢啲都比較強勁嘅升勢啦，即係完全係一面倒嘅走勢嘅。好，跟住我哋睇下 Nvidia 啦，Nvidia 嘅走勢都麻麻地啦，咁啊，自從即係升唔穿120嗰啲整數區間啦，又跌翻落啦，咁啊，依家係做緊109.92啊，咁啊，暫時跌咗1.46%嘅，咁啊，後市嚟講咧，佢個月線咧，我哋睇下 MACD 嗰啲都係指向下方嘅，即係話佢Nvidia 都係即係受到關稅嘅影響咧，會有機會繼續下挫啦。咁啊，後市係講呢啲時期嘅話，好難話界別佢話會有所反彈啦。但係睇圖表嚟講咧，佢係持續向下嘅，咁大家可以留意會唔會有所反彈啊？喺低位。好，跟住我哋睇下Tesla 啦，咁啊 Tesla 就之前都係有3月中咧就有所反彈嘅，最高去到292嗰啲位置啦，咁啊依家跌翻落嚟啦，咁啊依家做緊6265.86啦，咁啊跌咗成2%左右啦，咁啊對於後市嚟講咧，依家個技術指標咧都係指向上方嘅，啲 MACD 啊或者係一啲其他指標都係指向上方嘅，但係對於成個 market 嚟講咧，依家個焦點都係至於話特朗普加關稅啦，咁啊 Tesla 嘅反彈有機會係因為佢之前跌得太勁嘅，咁啊受到一啲衍生性工具嘅影響啦，咁啊對於一啲或者一啲莊家啊大型資金入市啦，咁啊令到佢有所反彈都唔出奇嘅。咁啊後市嚟睇咧，都係依家焦點都係迫於特朗普加關稅，即係4月2號嗰個日子啦。咁啊係咪即係一個大嘅暴跌嘅開始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後市嘅變化啦。咁啊唔排除一啲莊家會喺呢啲不確定嘅時間去進行大規模拋售美股啦，咁啊令到一啲美股喺短期之內會有所調整啦。畢竟依家嘅美納斯啊嗰啲好多科技股都好偏貴嘅，咁啊有機會係借勢調整啦。